来看云林县的环保局，甲一寡废料变做是文创商品，是个真受到欢迎。咱做伙来看卖。小云在正常多落植物，囥咧办公室看水，各种真古锥造型的扩香石，互人看到心情会当放轻松。其实这些产品都是以分化再生日料，经过石化水洗等定熟，所制作文创小物。就是特别就是把分化再生日料，然后就是增加那个去化管道，然后把它做成香氛石，让这部分也是说加大的，就是说推广的管道，让民众可以了解说分化再生日料有其他更多的用途，让它资源再利用。那拿到这些小物，包括说这个盆栽。可以它做有那个绿色植物的那个心情，其实是对大家在工作上以及在环境上更友善。云林县环保局表示，县内委托外县市分销粪扫，为105年开始，每1公吨的粪扫需要运转来1.8吨的再生日料，互辖区内各机关办理公共工程时，会当来充分利用。目前起发率已经达到98%。目前为止呢，那我们这几年总计已经回运了大约是将近30万吨。那这些年我们透过这个不断的资源循环的一个推动呢，希望让民众能够了解到，其实这样子的废弃物呢，它经过再利用的处理之后，是可以成为产品。环保局就讲，再生日料经过真侪定序处理，后续要做成产品前，该经过真侪届检测，以确保品质稳定性。希望除了推动公共工程的日料使用，卖当互民众熟悉分化再生日料以及营养，创造永续循环的新生活。公视新闻王宇雄为您报道。